加进啥物啦？这就是咧涂干洗油的，哦，咱衫若洗好时，还佫有油漆嘛，油漆了就爱对只脱，脱了，迄个油对只回收来，这那是回收油，上面是干净的，伊这干净的油对只老啊，这布啊这干净的油对只洗，对不？你洗啊回收油就爱对只老，安尼。而且，但我这个嘛是有回收油，但我对它看到我伊个讲叫干古炒的，这是咧古时的，较早的干洗机就是上古早的。这洗几领衫？这哦，这一组应该洗咧7、8领、8、9领拢没问题的。洗瞬间嘛袂使，这衫没有滚动的话洗不干净。所以讲嘛爱滚动就对了。一定爱滚动，你伤济时，你这衫布就来这个活动，你洗不干净。这个就是拢是做的啦。哎。